关系在地新闻，有袂少人食鱼会来起疹呐，面或者是喙唇会肿起来，严重者呼吸困难。看起来那像是过敏，其实是组织胺中毒。讲这个沙目鱼甲花灰，拢是组织胺真悬的鱼类，要安怎来避免掉组织胺中毒呢？来看咱的报道。 组氨酸在细菌的作用之下会合成组织胺，那这一系列的东西都可以引起人体的不舒服。组织胺产生的症状呢，包括我们的一些热潮红啊、皮疹啊，甚至有人厉害的时候产生肚子会一些绞痛。这是藏伫鱼肉内面，若无细致对丢掉的食胺含症。 一般较容易引起中毒的鱼啊，包括花灰、鲳啊、蚬啊、沙目鱼，因为因的体内有真侪组氨酸，一旦若无够青，就会甲细菌作用产生组织胺。要预防组织胺的形成，关键就伫鱼的保存方法。来到传统的菜市啊，大头顶有龟排海产，下底有铺脆冰，每过几点钟都要补一寡冰缸。 搭配基本的温度控制，保持鱼的新鲜度。最主要看鱼眼睛就可以了啦，其他的话都不重要了。眼睛假不了了。甲大卖场还是超市比较起来，市场鱼货最大的优势就是看会到、闻会到、摸会到。消费者会使主观认定有青还是无青，要过无详细标示，鱼啊为倒位来放几工啊，唔知影。所以讲高组氨酸的鱼啊，相对就较少。青鱼比较不能像这样子拿出来卖。 肚子比较不容易保存啦，很容易坏掉了。台湾人有时候习惯买软掉的鱼，这个风险是高的。贩卖场所本身没有控制设备，那就很危险。台北有民众吃了虱目鱼粥，却发生中毒反应。经过医师诊断，发现罪魁祸首就是虱目鱼中的组织氨基酸。那么这3所学校都是来自同一个中央厨房，初步研判很可能是午餐所吃的酥炸鱼柳大有问题。 最近几年来，因为鱼仔肉保存了无妥当，造成集体中毒的案例，时常有听到。依照食药署的统计，为民国100年到103年，组织胺中毒的案件有22件，总共651人受害。国民众不得不重视海产运送甲保存过程中的种种关键。 相较传统市场，大多都是用无包装的方式贩售。有很多的民众认为，卖场里头的冷冻海鲜不止标识相当的完善，而且冷藏的技术也更加的先进，食安把关更上一层楼。但真的是这样吗？我们来到卖场的急冻海鲜区，带您来看。 急速冷冻后的鱼仔肉经过密封包装，为配送到冷藏，讲究的就是温度，各种新形态冷链物流就产生啊。 冷链技术，它在提到的概念是从捕捞货到渔获到送到我们餐桌，能够保持这个整个生产链跟保存的链上面能够温度能够降低。为了保持零下18度以下超低温，工研院开发冷链保鲜的技术，每一箱海产拢有放温度感测器，远端监控。 它可以每30秒、1分钟传送那个温度，用手机就可以看。 业者无用将急冻后的新鲜鱼啊放入保冷箱，眼前这个冰库内面所有的鱼货拢是为冰冻透明运送到台北的。依照农业会渔业署的统计，2018年全台湾养殖渔业的产地以中南部地区为主，产值方面，屏东县占24%，台南市21%，云林县18%，嘉义县16%。要有这鱼货南北流通，同时保持伊的新鲜度，可验到业者配送的技术。 北部地区才是最主要的消费市场，所以为了要降低他们的成本，还要保鲜，所以我们才去推导我们的冷链的相关技术。所以我们有一个蓄冷设备，蓄冷设备基本上是比较属于密闭的一个材质啊，所以它不容易让那个热空气进去。为了防止组织胺中毒事件搁发生，除了专程低温处理，上好嘛会使清楚掌握鱼货产地，加强查验甲控管，避免中毒的危机。